咁多位 DSE 考生有冇試過壓力大到爆煲，夜晚瞓唔着，翻來覆去，第二日溫書完全冇晒精神？唔使驚，今日我同你分享幾招解鎖一夜好眠，救你嘅成績，仲有3款救星產品推介，等你瞓得好，考得更好。記得睇到尾，有8折優惠碼等緊你。DSE 壓力大，真係會直接影響睡眠質素。研究話，壓力會搞亂你嘅生物鐘，影響血液循環同大腦氧氣供應，結果就係入睡難、瞓得淺。瞓唔夠仲會令你專注力下降，溫書效率直線跌。所以，搞掂失眠係救成績嘅第一步。第一招，建立規律作息，每日固定時間瞓同起身，即使週末都要 keep 住一致，咁可以調節生物鐘。壓力大時，千祈唔好捱夜，因為亂咗作息只會令你更難集中。試下連續1星期10點瞓，6點起身，保證你溫書時精神100倍。第二招，足部按摩，放鬆救兵，促進血液循環同放鬆身心真係好重要，而足部按摩就係一個超簡單又有效嘅方法。試想像下，溫書溫度腳地，夜晚用熱水浸腳，再按摩幾分鐘，刺激腳底穴位，血液循環即刻變好，壓力同疲勞一掃而空，瞓覺都瞓得更沉。第二日溫書，精神爽利，效率自然上升。第三招 GABA 助眠秘密武器。GABA 可以安定神經，減低壓力同焦慮水平，幫你更快入睡。壓力大時， GABA 就好似一個天然鎮靜劑，放鬆你嘅身心靈。想知點樣攝取 GABA？ 等我介紹3款救星產品。第一款 Holos 甜睡樂，連小朋友都用得。成分包括綠茶攫取、含茶氨酸，減輕壓力，提升睡眠質素；薊草攫取，增強 GABA， 鎮靜神經，減少緊張；加納子攫取，促進血清素分泌，穩定情緒，助你入睡。第二款 Synbiotics 益生寧，含乳酸桿菌同雙歧桿菌，能夠代謝谷氨酸，有助製造 GABA， 調節情緒，放鬆心情，30日改善焦慮指數12%，憂鬱指數15%，仲有助腸道健康，壓力下 keep 住好狀態。第三款 GABA 玉露日本佳葉龍茶，透過厭氧技術處理綠茶茶葉，將茶葉放置喺無氧環境下發酵，令 GABA 濃度提高7倍以上，有助改善睡眠質素，消除神經緊張，舒緩負面情緒。即刻試試，瞓得好，考得好。輸入優惠碼 KT2588即享8折優惠，仲唔快啲入手？